照也 X 光片来看，本查嘅窄到幾大嘅骨頭有團體，也怕愛開刀哦。請問先生，去打石膏時呢？同單槍打石膏來比，開刀會較急風險。接下來，我哋會請骨科先生來會診，將同做進一步解釋。那叫什東西都一下。早上8點，我哋係建議愛空心度將來開刀，請對一下開始就唔好食東西。接下來，我哋還愛做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請問開刀前愛空心度幾久嘅呢？上晝8點鐘。姑嫂，還愛定價8點鐘，將做得開刀係麼？係啊，除咗當緊急嘅情況，我哋一般會建議空心度再開刀。因為有啲病人喺麻醉過程中會判，一定會增加風險。了解。個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可能性有幾高嘅呢？手術嘅過程係順利，身體嘅功能做得恢復到當好，尤其係像安陽嘅後生人，我哋後續會請骨科先生來向下會診。叫入院幾多年呢？這樣一種情況，一般要入院3日到5日。不過，我愛同講嘅係，醫生請係指導你，樣品全靠使用心魔。先生，按指示。好，我先老吳出去檢查，還要做太公沙哦。好，我再老吳手套，會有一系列痛哦。好嘞，那係還有乜嘅問題，就得再問醫生。也係判入院嘅手術單，請到醫院門口嘅照片櫃台判入院。按指示，我要下出去判入院。等到判好入院手術，留單嘅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我哋，就等上去病房協看一下。好，按指示。